来关心咱国内政治新闻，高雄市长韩国瑜请假拼大选，所以讲呢，市政总书记就无去。这号民进党议员真不满，将占领这个议会主席台以后，加这个国民党议员呢爆发集体冲突，就冤家相拍，造成呢哪里拢议员受伤送去病院。今仔日，民进党党团召开记者会，就认为讲，当时的民进党议员林婉容，就是和国民党的议员刘德林杀倒在地，造成脑震荡。除了谴责暴力，嘛要求高雄市长韩国瑜要亲身到议会交付预算。高雄市议会总预算案呼吁审查，市长韩国瑜缺席拼选举，民进党议员抢上主席台棒占，强调无市长就无副委，国民党无咧软，双方是发生冲突，场面失控。民进党议员林婉容也阁被拍到脑震荡送病院。画面内，当看到国民党议员刘德林只用正面去，正手大力一高，硬甲林婉容送入到涂骹，当来同时炮轰国民党借晓暴力收场。现在的国民党团的议员。所有的行为从影带上看，他们已经变成了黑道的党团。总这阵的时间，民进党议员李伯基利用这阵的时间播上昨的全部行影片，而且伫议事会厅静坐抗议。变成一个不容许其他意见的议会，变成一个史上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个动用警察水的议会。被指控甲人杀倒，这国民党议员刘德林早嘛是受伤送病院，不过是被对手攻击的，是家己的人。詹俊杰徛袂在，害刘德林的头去弄着倒角流血。就算市长韩国瑜无伫咧，依然是议会闹哄哄，愈吵是愈激烈。